你看把食的正宗嘅烤鸭卵，來這段呢有10粒，你每一粒姜10塊有7、10至80克，你就10塊硬掉。來一粒呢，姜呢大粒㗎吼，我來烤可能頭切個半來炒啊吼，咪嘅遐油流通過你睇咯。可能頭大概差唔多夠油啊，你睇咯。剛剛來擺落去夠遐油就10塊這做吼，這下你睇咯。哇，遐油啊呢流通過呀，你睇咯。個半流啊整油，到這度吼，這下咯吼。這成遐油過哇，咖味過香，會成個香。我摕上得來，個你睇咯。伊兩兩隻啊吼，你睇刷好大粒㗎呀，你睇咯。兩隻咁呢大粒，你睇咯。咯，安尼吼，會成大粒，一半大好杯個你睇。哇，這雙兩隻你睇咯，伊插蛋糕咯，哪假你睇咯，吼，佢就做假㗎這啥。那刷傳香㗎呀。來只學人迄個回應去啥，非常較好食。伊對帶有紅茶香，你甲雞肉香啊吼，甲味做在香㗎呀。你只個甲恁包有油㗎，還是無油，就有8年㗎，非常較好食。我來卡個落來出來，可能嘗下。讓你睇，剛剛那老白定遐油就流通過，你睇咯，你睇遐油開咗咯，你睇咯，成是整油啊吼，來你個。做假㗎，那紅紅，你睇啦，你睇兩隻是10塊一大粒㗎呀，你個睇人咯吼，對兩隻10塊一大粒，你睇啦，哇，真過香，這個落來配糜還是來落來炒飯飯倒來，這非常較好食，你也袂貴，來，你呢這種糜啊吼，干那就迄個15咩吼，拜祖公來，但袂當這幾個去飯來，真實是過好食，又好拜祖公，料又好食。韓國肉啊，